有人讲家己是家长窟，为着将家长的文化保存落来，全台湾12个家长团体，一个拜6礼拜伫咧家己举办全国家长文化节，开放予民众来体验家长的开面，是啥袂少人来参加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开面的师傅专心替民众为家长的面谱，伫家己市举办的家长文化活动，介绍各种家长文物，嘛有艺术讲座。城上侪人参加的是体验开面，民众开面了后，阁会当来扮家长。幼稚园呢，今年的学期的主题刚好是了解台湾，所以就想说带领来了解台湾的文化。没有画过会不知道，这种艺术已经快消失了。感觉不同，很特殊。怎么说很特殊？就整个跟我们本来自己的那种表情不一样啊。以前来说，有的人拢会感觉说家将文化是伫咧玩家相拍，但是因为借由这次机会，爸爸要带动这次的家将，要大家知影讲，其实家将文化没有像大家所想的那么糟糕这个样子。家己地区的家长文化为台南传入来了后，开枝散叶，甚至阁有家长窟的名声。但是社会长久以来对家长的成见，致使这项传统文化用尾消失。为着要让民众会当入摆家长文化，全台12团家长团体15、16两天，甲家己市政府举办全国家长文化节。要让大家知影，就是讲，它有脸谱的艺术，它有它头盔服装的艺术，所有种种，咱就是要让大家去体验，讲这个文化，这个家将文化，它的传承是跟以前不一样的。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更了解家将文化这一块。市政府表示，有50栋历史的古土城山海镇10家长本馆，毋但登录做家己市无形文化保存团体，今年阁摕到第26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团奖，希望透过这摆活动，改变民众对家长文化的成见，继续传承在地家长窟的历史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